債權融資與股權融資嘅差異。3樣嘢，一個叫借貸。如果你做生意，我借錢俾你，麻煩講出利息幾多？我借1000萬俾你，一分息嘅，你就接住每年俾翻100萬我，1000萬到時候我要攞翻或者到期你要俾翻我，明唔明白？呢個叫借貸。好，第二個叫債權融資。債權融資係咩意思？我同樣係俾1000萬你，呢1000萬同樣係保本，你遲早要俾翻我噶啦。但係個問題咧，我就係俾你企業發展用嘅，你該點用點用我唔理。你攞咗去發人工又好，攞咗去買設備又好，反正如果我哋話呢個融資週期係5年，你5年後就要俾翻1000萬我啦，明唔明白？但係呢度裏邊有個咩條件咧？就係話我俾1000萬你，我唔係收你利息，我係分你公司嘅股份嘅收益，明我意思嘛？即係譬如你公司嘅30%嘅收益要分俾我嘅，未來呢5年，明唔明？好啦，咁好彩你間公司1年賺到1000萬，咁我係咪分咗300萬啊？300萬就俾我收利息，借貸利息100萬，係咪多咗200萬啊？翻3倍啦，係咪？呢個就係着數啦。咁但係個風險係咩咧？個風險係瀨嘢啦。你間公司1年落嚟先賺咗1000萬，即使我係30% 嘅股分紅權，都係得嗰30萬，係嘛？係咪先賺到100萬一年？咁我先翻30萬，原本我借錢俾你收利息做100，而家得30，仲收少咗70，明唔明白？所以債權融資係比借貸咧有可能放大收益，亦有收益縮小嘅風險，所以就有啲對賭意味啦。好啦，咁啊第3種咧就叫股權融資啦。股權融資嘅意思咧就即係你攞股權賣出嚟俾我去融資。你唔理解？你嘅股權賣出嚟俾我，我係買你嘅股權嘅。譬如話，我估值你間公司值1個億，係咪？我買40% 嘅股權，我就攞4000萬出嚟，啱唔啱啊？你願意買40% 俾我，我就攞4000萬就買咗公司嘅40% 股權，從此呢間公司就屬於我有份噶啦，我係40% 嘅股東，明唔明啊？咁而呢4000萬入到公司，就通過董事會、通過執行團隊嘅決策，就可能有1000萬我再去買設備、買資產啦，可能有幾百萬去咗出糧啦，有幾百萬投入咗廣告啦，買咗公交車廣告、地鐵廣告，可能呢啲錢就歸公司去用嘅，公司點樣用同就唔關我事。我冇話呢個本金要幾時俾翻我已經入股咗公司。但係呢間公司發展起身，佢嘅公司嘅市值嘅40%，佢嘅公司嘅分紅嘅40%，我都有份，明白未？我就已經成為咗公司嘅一個股東啦。我同公司之間已經冇借貸嘅關係，冇債權嘅關係啦，明唔明白？債權融資同埋股權融資唔係邊個想邊個唔想嘅問題，係真係適合與唔適合嘅問題。簡單啲講，譬如話我作為呢個公司呢個創業項目嘅主理人咧，其實我係唔中意有股權入嚟嘅，即係我唔想，因為股權就代表投票權，股權就代表決策權，股權就代表喺公司內部嘅影響力，可唔可以咁理解啊？所以咧，能夠債權我就唔會股權啦。你明我意思嘛？咁如果我咁樣嘅心態嘅情況底下，我梗係希望你係債權啦。即係我企業發展好需要錢，係嘛？即係譬如話，我想騰訊話想成為我嘅股東，我唔屌啊！我覺得你唔好搞我啊！我唔係唔知道你班友仔，你一入股咗就會搞到亂七八糟噶啦，對我團隊內部好大影響，我唔制啊！我真係缺錢咯，你債權俾我。呢件事發展嘅過程裏邊嘅風險可控度，我自己都15、16係嘛？而且咧，我甚至覺得你係一個幾唔錯嘅合夥人，你嘅資源、你嘅社會關係、你嘅各方面，可能都會將來對我哋呢個董事會、對我哋呢個股東團隊會有賦能，會有幫助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，我更加中意你係股權啦。因為點解啊？債權嘅話我要還嘅，大佬，我欠你債嘅。但係股權入咗嚟，大家共擔風險，而且因為成為咗股東，你對公司嘅參與嘅業務更多，所以你對我哋嘅幫助更大。所以一定程度上，我想同大家講，股權融資同債權融資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，而係適合與否嘅問題，好嘛？